现代台语版圣经加入太书第2章。14年后，我阁上耶路撒冷，巴拿巴甲我做伙去，嘛带提多做伙去。我上耶路撒冷是遵探主的启示，我有私下对遐个领袖说明我对外邦人所传的福音，才免互我过去也是现在所奔波拍拼的拢落空。甲我做伙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，嘛无人强迫伊接受割礼。有一寡假信徒秘密钻入来咱中间，亲像侦探藏入来，要探咱对基督耶稣所得到的自由，想要互咱诚做奴隶，丧失自由。毋过，为着要互恁通保全福音的真理，阮一丝仔都无对因让步。毋过，遐个互人看做领袖的，无论因的地位是甚物，对我拢无影响，因为上帝无用外貌判断人，因并无另外互我甚物指示。颠倒了解，上帝有将传福音互外邦人的任务交托我，拄亲像伊有将传福音互犹太人的任务交托彼得。因为上帝有用伊的权能，互我诚侪外邦人的使徒，拄亲像伊嘛有互彼得诚侪犹太人的使徒。雅各、彼得甲约翰，才会互人看做是教会调少的。既然知影上帝有将即个特别的使命交代我，就甲巴拿巴以及我握正手，表示因是同工，佮同意阮伫外邦人中间工作，因伫犹太人中间工作。因只有要求阮着关怀犹太人中的散赤人，即款代志拄拄是我一直努力要做。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时，我当面甲伊反对，因为伊有通责备的所在。原来有一寡对雅各遐来的人还未到以前，彼得有甲外邦人的兄弟做伙食饭，毋过遐个人到以后，伊煞闪避外邦人信徒，毋敢佮甲因做伙，因为惊遐个主张外邦人着受割礼的人。其他的犹太人信徒嘛亲像彼得做共款虚假的代志，连巴拿巴嘛受影响去做共款无原则的代志。我一个看到因无照福音的真理得做，就伫众人的面前对彼得讲：虽然你是犹太人，毋过无照犹太人，却亲像外邦人得生活，你哪通强迫外邦人着学犹太人生活？咱本身出世就是犹太人，毋是外邦罪人。不过，咱知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是靠信耶稣基督，毋是靠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咱家己嘛信基督耶稣，是要互咱对信基督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遵守律法，因为无人会当靠遵守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咱若想要对我靠基督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还佫互人看做是罪人，安尼基督是罪的初用是无？绝对毋是。我若佫去做我以前所拆毁的，就证明我是违背律法的人。因为照律法，我已经死伫律法下，是要互我向上帝来活。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。安尼，现在得活的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得活。
我现在得活是靠信上帝的囝得活，伊疼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。我无互上帝的恩典失去效力。人若靠律法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基督死就无采工。